来继续来到屏东县，早暝是真无平静。先是7点外，中治乡有工厂烧起来，这个大火是烧到半天红。啊，到9点外，屏东市是安尼变变叫、隆隆叫。有网友形容讲，这个厝拢咧震动，阁有网友讲，是毋是发生爆炸咯？原来是市区庙会咧放大型的烟火，一直放到暗时过10点啊，要咧放，结果这个庙市去互罚款咯。秘书叫炮弹拍到同款，蹦蹦叫半暝真大声。它那个玻璃就是一直会震动，像喺比地震个较恐怖。放个天顶拢开个，啊烟雾一大堆。昨暝屏东县民一个人拢困袂落眠，因为这真大声的爆炸声一直传过来，唔那塔门的摇，部分的厝规栋拢受到影响，而且爆炸声拢无停。有网友就咧问讲，两岸敢是开战啊？这算是人心惶惶，议论纷纷，是讲屏东市区的人看到画面是安尼。大型烟火一直放，地面还有真闹热的顶头活动以及传统的民俗表演。对，有听到啦，可是还好啦。真人难来，拢嘛介侪，拢一定会有介老见啦。为着庆祝屏东五福千岁建庙40周年，各地顶头直接咧祝贺庙会，为透早6点外开始，持续到超过暗时10点。因来打，我同我讲啊，要放我无法度，要偷放我哪知？影响公共安全甚巨，屏东县政府第一时间要求相关单位立即处理。经确认，有2位民众违反释放高空烟火。经过规工的庆典，宫庙边仔有真侪本数，其中袂少是空的烟火盒仔，工作人员无用去拼。台湾传统的庙会活动是真特殊的文化，要安怎伫现代社会中办了真欢喜、真闹热，又会当兼顾着大众的观感。莫讲有庙会活动就引起民众的不满，这需要好好想看卖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